言吗？你是谁？我要喊了啊！鹏鹏，是我。九王。 鹏鹏不必紧张，我已经让杨岩查探好了一切情况，才帮我翻进来的。那就好。北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是怎么安排的？齐胜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听群臣劝阻，执意北伐，导致国力消耗，民生积怨，更让自己身死疆场，这也算是罪己诏了。 也就是说，那个时候齐胜已经……没错，我打算安排几个死士，趁着战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齐胜。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？现在的形势也只能如此了。鹏鹏要谨记，一旦我那里成事，你就用此圣旨辅佐小皇子登基，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后。 没想到，九王竟为我做得如此周全。你大可不必冒着如此风险。万一事情不成，若是不能成事，甚至事情败露，所有的罪责都怪在本王头上。鹏鹏，你大可放心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竟无以为报。 我实在觉得亏欠你太多了。鹏鹏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难道鹏鹏的心意已经变了？不然为何会说出亏欠二字？我……事发在即，我明白你的焦虑，但是鹏鹏不要忘记，是齐胜逼着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，我们已经别无他法。九王，我的心意不会再变了。即便是从前我有愧于你，但是从今往后，我一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谨记于心。我更清楚自己选择的方向和要走的路。 请你放心吧。那好，还是那句话，只愿你永不负我。此次
朕亲征北魏，或许凶多吉少。万一朕回不来了，傲儿便理所当然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浩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柄上的金丝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我希望。不许你走！我不许你走！我不许你走！不许你走！我不许你走！哎呀，小姑奶奶，我又不是不回来。哎呀，我不许你走！我去了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回来马上让皇后放人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你呸！不许说这种话！快蹦3下！蹦3下。嗯。我呸！行了吗？再蹦3下。再蹦3下。嗯。我呸！还要蹦3下。还蹦3下。我呸！我呸！我呸！皇上，北征大军已经全部启程了，咱们不好再耽搁了。再等等。是。